走。办公室布置得很漂亮，恭喜你领我，百博发展得很好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放的？不是我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麻烦高先生出去。好了，我得把这个好好收好，免得你以后赖账。你该不是……看来林总没忘了，我这次来是跟林总谈公事的，我也是百博的股东。你别闹了，林总不会出尔反尔想耍赖吧？你这个人……因为姐姐你说的读了要讲信用。我说了嘛，让你给他报补习班的。好的，小宝，来，让邓哥哥跟你一起去吃饭。走走走，因为姐姐，你放心，姐姐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不会耍赖的，好吧？你告诉我，他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呦，就这种物。行了，赶紧写作业去啊，不然我告诉你妈妈。走。但是叔叔，你不想知道谁赢了吗？小孩家再别管那么多。高先生，百博起步阶段的确得到了你很多的帮助，我非常的感激。这笔账百博不会忘记的，我会让财务跟您对接补偿的问题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呀？钱、股份都可以商量，具体的我会让财务跟法务跟您对接。这些我都不需要。高山享有林沃的爱情独占权、约会优先权、终身伴侣权。高山，既然林总已经承认我是百博的股东了，那可不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？你说，合同都是1式2份的，你那份呢？不知道，丢了吧？是吗？不重要的东西当然要扔掉。高先生长话短说，开个价吧，我买。林总确实是气场过人，可是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权利。好，我签的合同我认。不过既然是聊公事，高总是不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啊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，说不定可以帮助林总回想起签合同时的场景。